我问了我所有的线人，都不是他们发的。然后我就找人查了这个 IP 地址，你猜怎么样？结果怎么样？发现地址是泽森公寓。泽森公寓。哎，你说那个地方啊，是全市最高档的公寓。你说现在线人混得这么好了？高山就住在那儿。哎呀，对呀，咱还给他搬过家具呢。哎，你说啊，万家和跟他是一个组的，如果他有心的话，他一定会接触到报价。拳馆那天，是他提醒我要利用入学资格来说服万总。对啊，他还跟你去查了那个什么鬼赵总，一定是他，一定是他，没错。哎，你就别犹豫了，这个叛徒一定是高山，真的，相信我。高山，难道是我看错你了？林墨，苏媛，哎，你过来。这是去泽森的方向。你确定高山家住那儿？没错。孙离也住泽森，我怀疑他俩认识的比我们想象中更早。少废话，行程上。我提醒你，演戏就是演戏，入戏太深容易伤身。太过分！哎，干嘛去？他们把万总逼跳楼了，我去鸣不平啊！不能去，其他事。为什么？想不想为万总洗脱背信弃义的冤屈？想不想找到高山才是出卖底下内鬼的证据？当然想了。想的话就听我的。孙总有件事，我想你搞错了。我留在摩天市需要孙总的帮助，但同样的，您也需要我。万家河的事情，只能由我来处理。高山，你是不是太自信了点？首先，你不会让一组的人去碰，因为关系太近。万总的事情一看就是个烂摊子，谁也不想惹得一身腥。这也就是为什么孙总一开始选择让我去赶走万总的原因。现在我们双方都有把柄，最安全。从这点上来说，我们现在是对等的。这下怎么办呢？早知道刚刚把他俩狼狈为奸的照片先拍下来，根本就没有用，人家可以解释就是普通同事见面。那还能上哪儿找证据？首先，我们应该弄清楚高山和孙俪是什么时候开始合作的，他陷害万总的目的是什么？那谁知道啊？高山什么目的？估计只有他自己清楚。也许我们找找对高山比较了解的人，应该能查出蛛丝马迹。换上，回医院。为什么？万家和带你来打拳，又带你参与重点项目，说明你已经取得了他的信任。为什么你反而要把他推开呢？正是因为这样，所以我不想他困在自己的执念里。不要，不要跳！高山，怎么了？不要尝试了解我，你会后悔的。哎，你在家呀？你怎么不开灯呀？哦，我在想事情就忘了开了。发生什么事儿了？你脸色这么差？没有吧？还说没有？你都这样了。还有啊，别再随随便便安排我和那个苏媛见面了，我对他没兴趣。不过他人倒是挺逗的，一直在跟我讲高山。是吗？是啊，你说他一男的对高山那么感兴趣干什么呢？不过现在吧也正常，而且高山啊很神秘，总是让人捉摸不透，确实是挺有吸引力的。
而且他对于情绪的管控特别的好，从来没有见过他那么生气。只有一次，我看到他从一个财经杂志上面剪下来了一个简报放在书里，然后我想去看看吧，我还没看到呢，他就冲我发了一顿火。从来没有见过他那么生气，把我吓一跳。谁让你们乱弄我东西的？我是来搬家具的。90件。什么？没事，我先睡了，你也早点休息。喂，苏月，我猜谜底就在高山家。家里，什么意思啊？具体的事情我明天再跟你说。现在的关键是我们要想办法混进他家里。就知道这2个人瞒着我搞事情，还好我聪明，下个钩子掉出来了。不过苏源查到的那个人真的是高山吗？